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好好运动的时间又到了。今日同大家共下来做运动的还有地仙老师，格格来运动了。那个身体的雕塑啊，做的坐凳做、起凳做，睡凳做，动作的方法，一下呢，一鸣老师爱教大家呢，坐凳来做，用的老人呢磨大腹婆，有腰身。又做的保持个姿势的优美。好，来，请地仙老师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。好，然后呢，地仙老师坐凳，做后式扭腰，要在通中呢可以做身体的脊椎，规个穴位嘅脊椎的扭转。到脊椎的扭转之前呢，这只动作较沉，各位呢，有一些的暖身。做暖身期呢，你就要先交叉变坐，先做简单的交叉变坐，手张来。假使呢，你屋卡还有一个瑜伽垫呐，个瑜伽砖，你就可以拿个脊椎，贴下骨头位，人家先做暖身哦，这样做个后式扭转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双手向外，你的脊椎要凸出来哦，慢慢手心朝上。好，慢慢的叠在你的肩膀上，好，按你手张来，收下巴，胸挺起来。好，吐气的时候向左边扭转，转过来。好，你穴位是转过来了，身体是转过来。好，下巴、脖子，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。好，吐气，转到右边。动简单哦，唔过动沉哦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转来，慢慢的转来，改到你看穴位、脊椎、两骨、肩头、下巴，好，转过来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扭转回来，好，吸气，脊椎、两骨要来出来哦，收下巴，好，慢慢的转到个右边，有冇穴位？两个，好，慢慢的过来哦。好，个下眼转过来，挺到呀，向数个伸展哦，向数个扭转。好，像扭个毛巾一样的扭面趴。好，慢慢的扭转来咯，吸气，好，挺到呀。好，地仙老师做改多，一鸣老师个说明了哈。好，慢慢的吐气转来去。好，地仙老师再做一次示范了哈。好，一鸣老师讲，一下呢，个手不用多了。好，也打开来，肩头的骨，好，两个凑上来，好，颈椎、脊椎全部凑上来。好，慢慢的转过来，吐气，从穴位开始转，穴位、肩头，转到可以，好，安尼，不用多了，到个下巴。好，转到你看看地仙老师的姿势了哈，对扭转降紧，好，扭转到，好，肩头、胸口，好，个脊椎穴位，好，全部扭转，动简单，不过要动作非常好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轻轻的出去，要轻轻的转来哦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扭转过来哦，从一片开始，扭转。好，转过来，扭转。乡亲朋友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地仙老师从开始，好，都肩头你看条肩头全部有来到，好，手全部有来到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转移。好，吐气，合掌来到胸前，调气，不用向上。好，呼吸一下。乡亲朋友也是轻简单，坐凳子做的做为扭转哦，当简单，不过给真的很棒，好，真的当好。好，下一个后式扭转，好，脚伸出来，脚伸直，好，右脚抬起来，放在左侧，好，今日玉美老师没讲吗？跟师傅平常的人呢，就是坐办公桌啦，冇运动啦，个肉就一直往外扩。好，就会吃到臀部动态啊，然后给你
线条都冇诶，故说你用按的方式，好，慢慢的你自己做后式扭转，好，然后呢，先脚呢可以存出来，脚可以弯曲，也可以伸直，好，再一次脚伸直，你手再塞进去，好，吸气的时候，对，扭过来哈，你先压可是呢，你要加速，先不要呀，好，一只直身呢，没空用，对呀，扭转过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都要空用哦，脊椎、肩膀，好，下巴全部有做到，好，慢慢手塞进去，虎口，好，手存一来，好，右手存一来，胸挺起来，有发现吗？你要肩头。左肩头跟右肩头成一直线，好呀，全部扭转，好，挺到呀，慢慢的头去。你肚是黑讲，挤压到动层的时候呢，慢慢做呼吸的时候，会做动深层的腹部按摩，好，就是按那四三 B 按那引导，好，慢慢吸气，吐气还原。好，慢慢手解开，坐正，手放在膝盖大腿上，好，坐正。好，你老给扭过后以后呢，你老给还原，好，然后呢，像地贤老师面向这边，脸朝那边，换脚坐，直侧的。好，然后弯脚了哈，加下右脚到前面，然后弯左脚，同样啊，踢，同样呀偏呢。给臀部位压个部位，好，吸气，左手右手往上，好，先做简易的扭转，先不用按呢。假使讲老师我一下数冇办法就存落去呢，给我一滴嘞，慢慢练习，好，练习到那个身体全部松容诶。乡亲朋友，因为老师让讲，你当日按你做瑜伽哈，你真嘅唔好有大富婆。也为这些也为身体给身形啊哈，你讲全身雕塑咩？不是靠外力，你去改练。当你的经络气脉冇阻塞去，你就唔会气虚，你就唔会淤塞，你就唔会囤积脂肪。好，然后慢慢的手塞进去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手互握。好，现在你可以转过来吗？好。我一本乡亲朋友看后背，等下张本乡亲朋友看后背嘅扭转很样啊哈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吐气还原，不用放松，好，胸挺起来，调呼吸一下，慢慢吸。乡亲朋友看到冇？夹两骨完全冇驼背啦，冇驼背，脏的，没冇拱背，好，你看，地贤老师咩？42岁，看是哈，给年龄的女人的秘密啊，都冇秘密哈。好呀，弯片哈，做变化式啊哈，脚伸直，好，换右脚，好，脚可以弯曲进来，嘿，好，也同样哈，同样的姿势，同样也会比较外扩，臀部比较外扩，做后式扭腰哈，好，吸气。你的左手往上，好侧，好，乡亲朋友有看到吗？张腿是可以按的，走，按你走，好，也会转过来呀，脊椎要两个刚刚本来是张的咩，然后给扭到下来，好，扭到下来，你挺到下，个日头那么转过来。要规个从个颈椎、脊椎、两骨、颈椎有7节哈，各位胸椎、腰椎，好，全部做到，好，塞进去，虎口，好，压扎数，同样压扎数老给见面，好，扣起来，胸挺起来。乡亲朋友，压扎动作呢，是玉美老师最喜欢的动作。不过呢，也要有一些时间的训练哈。我知道个按难。其实唔爱你一系列训练，那个脊椎呢会老那个启发人内在的能量。那个脉轮哈，瑜伽有7个脉轮，海底轮哈，
生殖轮、脐轮、心轮、哈喉轮、眉心轮、顶轮哈，有个按7个安尼脉轮，也个脊椎全部来开来。好，脉轮的意思就是讲捷运站的嘛哈，捷运站人动多的地方，好，给咱会设一个捷运站。个捷运站呢，就表示脉轮呢都给的时候呢，给太阳神经丛、神经丛、能量丛就会被启动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打开来，还原。好，回正，胸挺起来。好，各换边。好，各换边哦。好，地贤老师做简单的哈，慢慢的挺胸。好，吸气，手往外，你坐你那边，我坐我这边。好，吐气。好，你要加速，越过来，越过来，越过来。好，吐气，我们就停在这边。好，右手往下推地的力量，让你身体扭转过去。吐气。好的呀，吸气，吐气，停都要。很亲朋友，像玉梅老师做要做动作的时候，我停都要，我就没办法讲法的，因为让我肚子动很，好，我肚子呢全部扭到按摩到，好，你这样全部被压迫。好，两个大腿靠近胸部，吸气，吐气，挺都要。好，慢慢的转来，慢慢还原，调息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乡亲朋友，玉梅老师呢，带本大家的动作呢，又简单呢，哈，没有较深入的，本提到身体的潜能无限，哈，也个运动呢，做全身雕塑、坐姿的扭转，就到了。此刻呢，你只要练，你也可以。谢谢，安子生。